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回来了吗？回来了吗？扯爆，扯爆了！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当你紧紧握紧我的手，在闪烁着珍重珍重。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在闪烁着别送别送。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儿痴痴地看，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你几乎把手
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我的泪太恐怖了。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儿痴痴地看。我们现在在大湖公园旁边，下山这边就是大湖公园。带你们去看一个东西，之前应该有人看过了，好不好？等我一下。沙漠骆驼，等一下再点。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个东西哦。哎呦！等我一下，可是我要拿一支麦克风，不然会听不到。这样听得到吗？这样看得到吗？这边下山就是大湖公园了，但是没办法拉近了。所以我们下山下边这边刚好就是大湖公园。我看不到你们的打字哦，等一下。对，上次有来过，对对。看我的水。对，上次就是在这边的啊。上次有来过，对啊。那电源插回去好了。好，走啊走啊，走起走起。哎，谁你晚上好。刚才谁点歌的我不知道，等一下哦。这首歌我记得有人点啊，红色高跟鞋，是不是？但下一首我就忘记谁了。
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树岸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啊，对。他其实这个乘客算有点良心，你知道吗？算有点良心。如果没有良心，就给你整数，对，就给你刚刚好，对，就给你刚刚好。我跟你讲，这一趟车资是485块，哎，如果他没有良心，他可以给你刚刚好485。那他稍微有一点良心的，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他会给你500块，哎，稍微500块。哎，就是多给你15块，你觉得划算吗？大家，你们觉得让它空了下来划算吗？对，那他还算有点良心的，对，还可以的，所以他给我600块，但等于这是多了115块的车资，等于是多115块。所以我就觉得它还算还可以。不然那真的是没人要去啊！谁要去啊？真的是没人要去啊！那么远的地方，那重点是它很深山里面。那谁要住那边呢？坦白说，我看可能我在讲话，可能因为有山上嘛，讯号那个山路那边比较不好，可能没有听到。我就说吼，这个谁要住啊？哦，谁要住？叫你每天这样子骑摩托车，哦，你骑机车的，你开车的，好不好？对，叫你每天这样子来回上下班、上下课，你要吗？哼！真的，我就觉得，打死我都不住这山上。但刚刚呢，哦，想着我就忝。爱的小河，我过身上了指着，闭上眼多少老，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数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今天本来还讲说，新设备挑战一下，那个不要断线，结果又破功了，被他一个山路破功。对，轿车给整数，这就是 Kimoji 的问题了。这样很好。对，终于平安下山了。恐怖！我坦白说，这个现在还是9点多10点。对啊，如果是那种11、12点，他喝完酒要回家，我靠！而且他下车地方也很奇怪，他下车地方是转弯处，对，那边我没有看到房子啊，那边我也没有看到房子啊。是不是很奇怪？
而且它的路上有没有导航明明显示那一段路是在维修的、啊，它导航显示它现在走的一条新路，他说新路了，可是我们一看导航上面的地图是在维修的，很怪。该不会？该不会？我看一下钱哦，我看一下他给我的钱哦。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都没有人在关心的。没有，钱只是新的点而已。还好它不是变那个，对，还好它不是变成中间有一块那个银色的东西。还好它还是完整的1000块，还好。对，不要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好他是个活人，但是我活人住那山上太恐怖了吧？也太恐怖了啊！不过那个山路真的好恐怖哦。对，有些路段是没有路灯的，但又有往下又有往上，那个山路真的是很怪。对，谁会住那个山庄啊？到底谁会住那边？我不怕，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也不怕，只是就是会心毛毛的，你知道吗？刚刚还有人叫我不要看后面后照镜，谁？卖黑家哇！这穷鬼。还好还没10点哦。恐怖，好恐怖哦！
可是我一直想不透，为什么他要住那么山上里面？他这样下山一趟，不是也要花很多时间吗？搞不懂。小耀，你干嘛？压压惊的意思吗？不是，我现在要去人潮多的地方，对，人气旺一点的地方，不然我会对惊。我想一下，这边人潮多的地方。我以前去阿里山玩，半夜1点下山，那才叫有回路灯。你走北宜也是有很多段都没有路灯啊。等他跟我说那个弯那个很弯，然后就跟9弯18拐一样啊。我以前学生时期还常常骑摩托车走北宜耶，那也还好啊。对，但是一定要戴全罩安全帽，然后对耳朵要戴着那个耳机听音乐，对，不然都没有这个，你会觉得越骑越恐怖。有钱人的世界真的是很难懂，住那边我真的是很难懂。西门町人很多，东区现在人应该也会有吧。真的是恐怖。没有，你说北宜因为常走，所以你会熟那个路况啊，有没有？你会熟那个路况。但是这个因为从来没有走过，你就觉得说啊，下一个路不知道是左转右转，下一个路不知道是怎样，就开的有点对。先讲一下，前面有人挥手挥，我有看到你们了。不好意思。小心哦。OK，Thank you。请问到哪边？走民生东路，然后前面行天宫那边那个中江路，对，那个停一下，靠边一下，然后花园捷运站再停一下，然后 Final Destination 就是姐姐家，最后是姐姐。哦好。放2点。过松江，然后那个中国信托，我现在很会讲了，中国信托。哦，陈金车。你看这个歌就是我们年代的歌。是啊，你过5年龄的，就听得很有感情。现在的歌。
可是有一个不见了，只有另外一个在唱。人家是去做大老板的，另外那个就去做大老板了，是吗？林志炫嘛，是不是？没有，林志炫是出来唱的那个。那个李记啦，哎呀，他去当大老板了。李记，那什么大老板？你确定？我记得他不是当大老板，开创他的事业。我记得他是当自由工作者。会唱歌了啊。对啊，我记得他是去他发展的很好啊。又重新翻头，他唱歌还蛮好听，超好听。对不起喽，我以为喜欢不一定要说出口啊。完蛋了，怎么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嘞？这谁唱的？考你。真的是我们年代的歌。是啊，这么老。这里可是我这首我没听过我不知道谁唱的。感觉心在说我爱你。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刚你在这边，我是真的哦，中华我健是真的附注哦，那句我就会唱了。会，我跟你讲，那个金龙很会唱歌。来，早点来唱歌。我先生啊，唱歌不会很好听，他因为他歌喉不是很好，可是他音感超级，他音感很准哦。他比方说去卡拉 OK 唱歌，这首歌他虽然他从来都没听过，可是他看的那个歌词，听了那个音乐，他就背，他这个人就可以唱歌。哦，他就说你会唱这首歌？没有啊，这样子对着唱啊。对啊，没有，有些是因为他有听过那个旋律，他就直接把那个字兜进去就可以唱了。没有，可是有的歌我就觉得说他可能没有听过，可是他就很会唱，他就是很会唱，对。啊，他的男生嘛，唱歌就有他的嗓音。为什么要拿一种男生在唱比较肺活量比较大？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只要你跟我说你不会跟我分手，金如，只要你跟我说你不会跟我分手，我要跟你分手，我等一下就跟你分手。干嘛这样演一下？最先跟你分手。昨天上班很好笑，感觉心在说那我是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想，他姓什么？因为我们都叫名字而已。对。我小朋友也是这样。对，然后他在跟我说，张真姐是姓什么？知道吗？是我们的流动率那么快。我是小朋友很多啊，然后在教室里面都叫小朋友名字，然后姓呢经常没有人叫，啊，所以就会不知道这小朋友叫什么。啊，如果再换个名字，比方说那个名字教完，他就会常常换来换去，对，然后已经忘记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没关系。那个谁，没有，全部都叫小乖乖啦，叫小乖乖就对了。然后我的话，我都是小朋友，我都是小乖乖，我就学我老公也是，他都叫小乖乖，因为他以前就是小朋友都叫他叫小乖乖，这里的小朋友，他实在是很不乖，可是每次我现在都叫他小乖乖，他妈妈就来说，主任他真的有乖乖吗？主任说哇，他很乖
乖啊。然后那个儿子就跟他说，你看他前面都说我很乖，可是你说我不乖。然后那个连做人跟他说，他以后就经常会往训导处跑，然后就去帮我老公做事。因为你让他觉得说他是乖的，他就会表现给你看。对。你知道我妹妹教了一个学生怎么样，你知道吗？她有一点问题学生的问题。我所谓的问题是因为她本身有一些天赋，常常上课上，然后就躺在地上打滚什么的。然后我妹妹就说：“你今天没有吃药吗？”因为那小朋友本身就有问题的。他不是过动了就是自闭。对，那种现在那种小朋友很多呢。怎么那么多啊？以前小时候都没这种小朋友，我那天看到一个有小朋友爆炸啊，哈，他顶多也才2岁，顶多1岁左右。那个哭到你知道吗？哭到那个声音是哑的。我说你不要哭了，你的声音都哑的。那1、2岁他那种行为算正常。我这学期我们班有个小朋友，已经小1下学期了，他还哭到全班小朋友说老师他好吵，我没办法，我就说你在旁边，我说你不要哭，我才有办法跟你说。他继续哭到楼上的班级导师。哦，没有，他就是后来跑到外面去，结果因为他先在教室里哭到楼上的老师受不了，楼上老师打电话去辅导室的那个辅导主任，然后我跟你讲，你越人多了，他就越哭给很大声，一点都不想要面子的啦。不要就换他，你越不理他，前面跟我去好像要到了呢。歌曲都笑容。哎呦，这样还可以接啊！我终于失去了你。来，快点哦！来马上就失去我。我终于失去了你。拜拜，下礼拜见。好，下礼拜见，拜拜。终点捷运站。有感觉。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赵传不是跑回来开演唱会？对呀，他还是唱歌很好听啊。赵传以前出道跟现在好像没什么变化。对啊，都老了蛋。老了蛋。所以现在看起来非常。嘛是同款啊，是同款，迄个好像无差。那种哭
谢谢大哥的歌，也谢谢，拜拜，晚安，good night。好，拜拜，大哥，谢谢，拜拜。我去锦溪街。锦溪街。承德路右转，锦溪左转。哦，好。第一条巷子在右转。承德路右转，锦溪左转，第一条巷子在右转。好。你们是去跳舞的呀？还是？你们是去跳舞的哦？对，我们跳日本舞。哦，跳日本舞哦。日本舞是，那要穿和服吗？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底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就像童年看到底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这边在右转。我们都已经长大。就像童年看到底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这条吗？这一条。也是 Free Night 现场综艺节目，让我们欢迎张震岳。前面那个有一个镜子，那个斜坡靠边。好。这边吗？对。275，来看一下。我要拿后面。好。对嘛，我就说他们是跳舞的嘛，有没有？果不其然，不是跳土风舞，什么日本，什么日式舞蹈的，我在不是很懂，日系舞蹈。走。想知道你的心意，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广场舞。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你是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懂，就算是当作你是糊涂爱错。我们分手吧。恭喜下山，对，现在已经载了一趟，下山后载了一趟，费用最后一个买单，对啊，但他们可能先讲好了，平均到时候再一起算和什么的，不晓得啦，反正有人给钱就好了，对，何必去在乎谁给的钱？对，还好丫丫你是现在说，对，你在山上的时候，我绝对把你 ban 掉。乌鸦嘴，乌鸦嘴。
还好，你当下没有说，不然是真的 GG。那错啊，那真的很错了。对，跟我们有一次开到那个哪里？有一次到林口山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到。林口有一个山上也是一样，然后还有一次开到新店的山上，对，但是都没有这次的远啊。这一次的是真的山上是很里面，对，之前那个都还没有这么里面。等拖车，不知道拖一趟多少钱呢？那一定很贵吧？不会，绝对不会。轿车只要距离我，对，超过2公里以上，我就不会接。对，阳明山不是双白线啊，双黄线啊，黄线啊，不是白线。对，那次真的很奇怪。对，但我要，不知道是哪一集有讲过吧？哪一天有讲过？你说载的客人去哪里？当然我们不会知道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叫车，就在偏远的地方叫，怎么可能会叫得到车啊？谁会愿意开上山？但是我在刚刚那个山上那边叫车，谁会？纵使我在山下，我看到我也不会接，又不是笨了，对我还开上山接你，然后下山，我又不是疯了，没可能，这种我绝对不会接，你们打死我都不接。对，不然你就说，小费加1000，这种我还会考虑。没加钱就甭想，因为你开上山是一趟路程嘛。1、2、3，晚上好。很久了，对啊，那个讲那个故事很久了。我记得是在过年前吧。怎么可能会接？没有人会接啊。对，如果被放鸟的话就 GG 了。你就开上去，然后被放鸽子，你就真的欲哭无泪。
那时候就真的需要这首歌。我是梁静茹，你是谁？我是未满18岁的宇宙超级美少女。1、2、3 ，Welcome。那你是谁？被擦撞的影片有啊。结婚的 Super Bartender。这个都需要翻译的，没有他直接帮我翻译好，好奇怪哦。保时捷很常见的啦，这个对，还好。对，那时候真的要听这首歌，下山才听这首歌，搞什么东西？是谁给你勇气的？哎，是梁静茹给的勇气。增加豆浆还是排那么多人？你也睡得比较晚吗？你也睡得比较晚吗？Yes， 对，我也睡得比较晚。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吗？我不敢。不要你管哦。你也晚睡吗？有啊，他其实有人版你们看到可能是英文，可是我看到是中文的呢。但他前面会写一个文加一个 A， 就是他直接帮我翻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打什么语言啊，语言我看不到。救他！世界超级大帅哥。救他！哎，你哪里听而已？没满18岁在这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哦，你那边看到的是韩文哦。哦，受嘎。那我是不是也要打韩文回复他18岁了。好，你想喝什么？要珍惜。他点要去打英文，别闹了，韩文就韩文，英文就英文，但我要找翻译软件很麻烦。为什么不要？New York 已经结婚了。哈哈，已婚男子。
让我从首尔去吗？他说美丽的宝岛为何不要？他应该也看得到你们打的字哦，感觉上是这样。臭猪，死猪。他应该也看得到哦。地震就多。对，因为我聊天室看到的画面是，他直接帮我翻译好，所以他原文打什么我是不晓得。对，然后它前面会有一个图案，会有一个图案写文字的文，然后一个 A， 右下角一个 A， 就代表是他已经翻译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会突然出现这个。他应该是，他看到会不会是？对，3点你打的，我不知道你打什么字，可是我这边看得到的是只有打安琪吧。对，我看不到你前面原文打什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对我也不知道。对，我现在看到5ST 也是，他直接翻译好了打安琪，对，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手挥手，你打英文。Hello， 你好。我到3桥，这边右转。转回去就对了。是不是？前面再右转就是走进去了。对，小直走，正义的路右转。好。
别问我痛算什么，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别担心，别怀疑自己，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扛得住。别问我痛算什么，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别担心，别怀疑自己，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扛得住。两个小孩扛不住，我的真的有点想扛不住。还是年轻的扛得好，我试着扛得住。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苦一点累一点算什
直走吗？第二个红绿灯左转。下一个红绿灯对不对？然后，好。右转。然后前面有个药丸。220。点到哪里了？太多字了，我已经不飒飒了。对，太多那个翻译出来的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打什么。应该下一首是雨天吧？不是啊，现在开进来这边。对，但是我要左转右转。我这个之前好像有来过这边哦，不同的地方哦。我晕了。三重是一大堆单行道，应该是点到这首吧？雨天是不是？没下雨的，是这条路吗？我老天鹅，应该是吧？我每次开过来这边我都不上去。
中华文化。雨天接下来是。哦，我知道这边是哪边了，好好好。对，你们聊，有需要我再 call 我就好。不是两岸一家亲，不然是什么？台湾年龄比中国大。好呀，我们不聊政治哦，好不好？政治这种东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我们不聊政治哦，可以吗？开一个错路，我靠！对，因为聊下去有每个人的说法啦，我们都尊重，好吗？我们都尊重，对，还是不要聊好。你看点到哪里了？好了，应该是鸭是这首歌吗？好 ，OK， 那下一个是。我这边看到聊天室很多都是文 A 呢，我所谓文 A 就是翻译好的，对我这边看太多了，我都把就回，你知道吗？对，几乎每个都是文 A，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边每个都文类，每个都打原文嘛，打英文，打什么？对，外国话嘛，你们都打外国话嘛。后面才没有，前面都是，不知道什么。我现在在哪里了？后宫位，真的公家打呀？瞄一下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好，没事。他说：“我觉得你们说话比大陆人甜，好柔，什么东西？哎，神医没有人在吵架，哇，看什么东西？没有人在吵架。对，我们都很 peace。” 因为他应该是韩国人，我也觉得他是韩国人。语气上啊，打字看得到语气就对了。我常常说打字是没有温度的，所以很容易造成人家的误会，这是真的。因为文字没有温度嘛，你也不晓得这个人他打这个字他是在生气呢，还是怎么样？对，他没有打骂人的话，你根本不晓得，是不是？三重，哦，原来我在三重，好。我应该没有绕高歌曲了，等下还有一首歌我知道。哎，打哈哈哈就表示你在笑嘛，是不是？是没错嘛，对，应该没错吧？好不好？打哈哈应该不是生气吧？哦，应该没有人打哈哈哈然后再生气吧？就字面上解释是这样。你爱多会，我爱多会所属的球队，可以吗？对，因为我是龙迷，好不好？味全龙迷，所以我爱多会所属的球队。小耀辛苦了、啊。哎，你要说的话我都懂。我元年就是龙迷了，好不好？对，元年职棒元年的时候。那时候味全龙的三大巨头就是黄平洋、史东，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对贾西，贾西就是后来在统一的那个凯撒。应该有人记得懂我在说什么。
元年还没有时报啦，时报是后来的。好，廖敏雄那一队嘛，是不是？新高被第7队哦。那他已经输到呛。对，因为我不喜欢星光这2个字。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半岛铁盒？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哦，好，谢谢。不会。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为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对号。想要你的歌。第6页第7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指数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有首歌很火，生什么？欺负老人家。我没有，我的那个字太小，我看不到字。有，我之前有播过啊。真屁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要晕了。好，要3亿，早点睡哦。对，吃完早点再睡啊，不是叫你现在睡。没有啊，没有，睡觉是睡觉。哎，小耀晚安哦，晚安。对，今天还是败在山上的那个断线，好不好？对，明天再来挑战，好不好？对，不断线处理。一镜到底不断线。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为香港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床边对好多第1页、第6页、第7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了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后面还有2首歌。3句很容易卡，那卡，对啊，没办法。讯号转圈圈真的是没办法。对，不管我用5G 用4G，它还是给我绕圈圈，这没有办法。对，那是讯号问题。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真想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不好意思，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为什么这样子？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真想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山上那一段真的没办法，那一段，对，那一段就是没有讯号啊。
看他没有，有些地方没有路灯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样子？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他的手应该比我更能。对，但是丫丫你要想啊，对，至少画面好很多了，是不是？对，不会让你们头晕目眩的。对，不会再晃，晃，吼，晃。没路灯，重点都阴森森。是啊。我的手掌里有许多梦，把它捏成一颗球，抛向高高的天空，让梦像烟火般地散落。奶龙，刚刚说过选完这2首歌。我的手掌里有许多小耀晚安哦。把它变成一颗球，抛向高高的天空，让梦像烟火般地散落，在欢呼喝彩的人群中，我的心和我的梦在高高的天空手牵手，在欢呼人群中凝聚成风。你的心和我的梦，不管黑夜白天手牵手，要用力拥抱，彼此拥有。你的心和我的梦，手牵手。对，我们11点后不接受点歌哦。的手掌里有许多梦，把它捏成一个球，抛向高高的天空，让梦像烟火般地散落，在欢呼喝彩的人群中。你的心和我的梦，在高高的天空手牵手，在欢呼人群中凝聚成风。你的心和我的梦，不管黑夜白天手牵手。这首歌是黄冰洋的歌。要用力拥抱，彼此拥有。你的心和我的梦，手牵手，你的心和我的梦，在高高的天空手牵手，在欢呼人群中凝聚成风。你的心和我的梦，不管黑夜白天手牵手，要用力拥抱，彼此拥有。你的心和我的梦，手牵手。你的心和我的梦，在高高的天空。你可以问他，3姐，你可以问他，你还在吗？翻译问他。对，然后给他3秒，他不在就算了。对，你先问他在不在。
的梦，在高高的天空手牵手，在欢呼人群中凝聚成风，远近我的梦。生僻字是不是？你开那么快，一点都不想让我。这些酒店的名字在解析却正好像台湾的电视，我全部不认识。我们单纯的男子去酒店都在看电视。Hello my friend。少爷来晚热的蛤蜊汤，没先坐下的全都狂。经典中的明恒和冥想，东方情人自觉柔肠。香格里拉，维多利亚，巴塞隆纳文豪。老板好。从小立志，很难立志，军乐松江不进去，很经常进从华纳龙神报爱。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一栋叫做巨蛋，对，它是一个社区啊。我之前外送的时候有送上去过，哦，它蛮高的。还在播一点机啊，要把歌播完啊。这些酒店的名字我听过，都是看电视。现在全世界各地北岸在柜里挤，我只想吃饺子跟全球的超级。我们火山的小子真的都在那看电视。感觉大家在催我关播怎么讲？3点对，3点法国对塞尔加。太子开我立志精装皇家贵宾凯撒利园百达翡丽天上人间金巴帝国黑猫金毛威尼斯海派迪士尼罗马帝国土城国中。当然要挺法国啊！我今天都穿法国球衣了，还不挺法国。杰西辛迪祖尔雪儿想想多多米尔米菲诗诗晴天偷渡娜娜想想渐渐乐乐堂堂里里。我们火山的小子，我从光头席丹的时候就挺到现在了。都在我潜意识，我们火山的小子有钱有酒就有故事。现在光4就配4，还包括星期日手机讯息里的狂野。我们单纯的男子，心如止水，固若磐石。遥控器拿来帮我选国语，插播人嫌弃的我是一只。应该没有悬念的，对。好，赶快切。我永远祝福。感觉大家在催我赶快播这首歌了，怎么会这样呢？对，感谢线上的所有朋友。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要跟大家说拜拜啦。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我回首，对，感谢线上所有朋友，感谢你们的陪伴。不管是潜水中，对，或者是浮上水面打字的，对，都感谢各位，哇！祝大家明天会更好，大家再上2天班。对，就又要放假了，就又要放假了，对。
开始有睡意，怎么办？我还没有睡意。我越晚越没睡意，真奇怪。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打哈欠会传染的，不要传染给我。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祝福各位啊，大家晚安哦。对，在睡觉的睡觉。我就说打哈欠会传染的嘛，一定是丫丫传染给你，对，不是我。线上会传染的，你们小心哦。看让人家打哈欠，你心里也会真的想要打哈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看到打字也都会。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再遥远，多遥远，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传染力很强的，对，本频道什么没有，就是打哈欠传染力超强。最后还是祝大家平安哦，好不好？外面行车、骑车、开车的都请小心，注意安全。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让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明天见哦。